中美對決有三大輸家曝光，最後一個你真係攬唔到。中美分出勝負只係遲早嘅事。世界各國如果企錯邊，輕則衰落，重則滅國。佢喺三個入邊，可能有幾個都會亡國。中美之間嘅戰略競爭係長期同埋複雜嘅。依家局勢緩和，其實只係階段性嘅動態平衡，唔係根本性衝突嘅終結。對中國嚟講，最好嘅策略就係保持戰略定力，避免同霸權國家全面對抗。透過嘅博弈同對話之間靈活切換，逐步消耗對手嘅戰略資源同埋內在嘅勝，遠比魯莽攤牌搞到兩敗俱傷更加明智。中國要放眼長遠，防止喺激烈對抗入邊俾第三方勢力乘虛而入，最終做到以時間換空間，用韌性贏主動。而且講到全球治理，我哋都要一步一步咁去建設，呢啲都需要時間同空間，所以我哋唔會主動同美國撕破臉。至於美國佢而家嘅政策調整，其實更似係現實主義下嘅暫時妥協。佢喺稀土等關鍵礦產資源方面對中國嘅依賴，唔單止直接限制佢嘅國防工業體系可以持續運作，仲嚴重影響到高端製造業嘅穩定同發展。喺呢種結構性制約之下，美方都冇辦法，唯有做出戰術上嘅緩和姿態，爭取多啲時間去調整同應對。呢個就係而家中美鬥爭嘅現實格局。一方面嘅心，一方面嘅力，中美雙方都心中有數。不過中美心知肚明，有啲國家就不斷陷入戰略混亂，慢慢變成炮灰犧牲品。咁我哋根據而家嘅格局，有3個國家正佢形成一個無解嘅死局，可以話係未來中美鬥爭入邊嘅3大輸家。喺呢場重塑世界秩序嘅歷史進程入邊，3大輸家其實唔係實力最弱嗰啲，反而係相對比較強嘅國家。佢哋之所以會變成炮灰犧牲品，完全係因為佢嘅戰略目光短淺，同埋做咗嚴重嘅戰略選擇錯誤。跟住我就同大家傾下呢3大輸家。第一大輸家，歐盟。講真，歐盟淪為犧牲品，變成餐單上嘅菜，真係人間最大嘅悲劇。因為如果講綜合實力，歐盟本來係世界4大棋手之一，而且一度打得好靚。歐盟之所以可以喺地緣戰略格局中佔有利位置，主要有以下3個原因。首先，歐盟有好強嘅科技同經濟基礎，長期以嚟，歐盟嘅科技創新同經濟發展方面一直排全球前列，實力淨係輸美國。呢個堅實基礎令佢完全有能力成為全球格局中有獨立影響力嘅重要一級。其次，歐盟處於中美俄之間嘅特殊戰略位置，歷史上歐盟主要嘅安全威脅嚟自蘇聯，但而家俄羅斯實力已經大大削弱。如果可以喺呢個背景下推動建立俄歐新關係，歐盟就可以喺美俄之間爭取戰略迴旋空間，增強自己嘅地緣韌性，佢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第三，中國復興過程中對歐盟嘅戰略需求。中國喺發展過程中既需要先進技術，又需要持續資金支持，而歐盟喺呢兩方面都有優勢，加上雙方分別喺歐亞大陸兩端嘅根本性嘅地緣衝突，所以歐盟完全可以利用中國發展帶嚟嘅戰略機遇，嚟到長期而且可觀嘅實際利益。歐盟之所以喺而家嘅國際格局入邊陷入被動，主要可以歸咎於3重戰略失誤。第一，盲目跟住美國圍堵中國，錯失咗同中國深入合作嘅戰略機遇。歐盟長期喺技術合作方面態度保守，試圖維持淨係賣產品唔轉讓技術嘅短期紅利，但就冇預計到中國自主創新能力咁快就崛起。一個典型例子就係德國大眾旗下嘅桑塔納車型喺中國幾十年都冇實質性技術升級，喺通訊等領域實現技術突破之後，歐盟企業唔單止失去咗深入融入中國市場嘅機會，仲錯過咗利用中國製造體系向全球輻射嘅戰略通道。第二，長期受美國戰略牽引而自己都唔知，陷入產業流失、資本滯留嘅困局。歐盟曾經試過喺中美之間維持平衡，但實際上一直俾美國持續抽走戰略資源。一方面，佢對華脫歐嘅傾向令歐洲資本錯過咗中國市場增長嘅紅利。另一方面，能源成本高企同勞動力壓力加速喺製造業向中國遷移，好似德國車企等一系列產業都不得不向中國轉移。冇辦法，呢個係大勢所趨，唔轉移就生存唔到。當實體產業外遷，但資本又唔願意跟住走，歐盟就好難喺全球價值鏈入邊嚟到高端日價。第三，就係配合美國對俄羅斯嘅戰略，引爆咗烏克蘭危機，仲陷入咗長期安全失血。如果歐盟喺美國煽動烏克蘭局勢嘅時候主動出面斡旋，
穩定局勢，可能就可以避免危機升級成新冷戰。但係佢選擇對俄羅斯強硬，結果就係能源價格飆升、資本外流、產業外遷、安全環境持續惡化。如果歐盟可以維持同俄羅斯務實嘅關係，完全可以避免而家呢種戰略透支，最多都只係內部撕裂。展望未來，如果大國之間嘅矛盾繼續激化，國際秩序有能力承擔系統性代價嘅時候，歐盟可能會變成最脆弱嗰個。美國可以吸納咗嘅金融資本同高端人才，俄羅斯可以重新塑造東歐嘅勢力範圍，中國可能會承接咗轉移過佢嘅產業、技術同部分人才。到時歐盟面對嘅可能唔只係衰退，而係喺大國重構嘅棋局入邊陷入結構性分裂。第二大輸家日本，日本喺而家國際格局入邊陷入戰略被動。核心問題唔淨只係因為喺歷史上嘅侵略行為，更加係因為而家都仲未收斂嘅地緣擴張野心。直到今日，部分日本政客仲有登陸歐亞大陸嘅軍事幻想，仲不斷推動防衛政策向進攻性轉變。呢種背離和平發展潮流嘅戰略取向，無疑係將國家推到危險嘅戰略懸崖邊。從地緣經濟角度嚟睇，中國本來就係日本最重要嘅戰略機遇。相比歐盟，日本同中國唔單止地理上近，產業鏈又互補。如果真係可以以歷史為鑑，徹底反思戰爭罪責，建立一個大家都認同嘅懺悔機制，好似妥善處理慰安婦同強制勞工呢啲歷史遺留問題，甚至日皇喺南京大屠殺紀念館跪低認錯嘅，日本完全有可能好似法國同德國咁樣和解，實現同亞洲國家嘅歷史性和解，從而嚟到巨大嘅長遠發展紅利。但現實就完全相反。日本右翼勢力唔單止踐行懺悔之路，反而有系統佢推行歷史修正主義、改教科書、淡化侵略事實、拒絕承擔歷史罪責，仲主動做美國壓制中國嘅急先鋒。佢哋嘅行為已經超越咗正常國家防衛嘅範疇，表現為主動挑戰地區秩序。最危險嘅就係日本喺台灣問題上面嘅戰略誤判。多年嚟，包括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現任首相高市早安嘅內共政客多次越過紅線，鼓吹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要知道，台灣問題同日本本土安全係有直接關聯嘅。一旦美日同盟用武力介入台海，解放軍一定會全力應對。到時日本列島就會變成主要嘅戰場。考慮到二戰時期嘅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對日本主權範圍有法律約束，一旦開戰，日本現有嘅國家形態恐怕好難維持落去。日本海上自衛隊雖然有先進裝備系統，但面對解放軍以東風21D 同東風26D 反艦彈道導彈、高超音速武器為核心嘅區域拒止反介入體系，佢所謂嘅反擊能力其實有結構性缺陷。歷史教訓話我哋知，當大國博弈超過臨界點，夾咗中間嘅國家如果硬係要咗邊站，通常最先要付出毀滅性代價。日本如果繼續行依家呢條路，最終都只會成為自己野心嘅陪葬品。所以中美鬥爭其中一個結果，可能就係日本王國第三大輸家韓國。韓國喺而家嘅地緣政治格局入邊陷入困境，最根本原因就係佢未能夠好好處理同中國、美國同埋北韓之間嘅戰略平衡。特別令人唔明白嘅係，韓國近年不斷加強同日本嘅安全合作。呢個選擇進一步削弱佢哋嘅戰略自主性，亦令佢喺國際博弈入邊陷入更加被動嘅局面。美日韓聯盟係中俄朝三國喺東亞方向最忌諱嘅致命焦點。喺對華關係方面，韓國朴槿惠政府初期曾經表現得比較務實，但佢核心訴求其實係希望靠中國去制約北韓嘅核試驗進程。不過嗰陣時北韓政權啱啱完成內部交接，金正恩正係靠核試驗鞏固國內權力結構。中國其實好難從根本上改變佢嘅決策。朝核問題持續升級，令朴槿惠政府面臨好大壓力。喺呢個背景之下，佢嘅親信崔順實俾人揭發收籌美國軍工集團超過2000萬美金，仲喺朴槿惠身邊極力推動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呢個決定徹底破壞咗中韓之間嘅戰略互信，打斷咗雙方嘅經濟同安全領域嘅合作進程。可以話係韓國對外戰略嘅重大轉捩點。從歷史角度嚟睇，朴槿惠同崔順實嘅決策對韓國國家利益造成咗深遠嘅損害，點樣處置佢哋都唔為過。之後，文在寅政府雖然努力想將韓國外交拉返去平衡嘅軌道，但都未能夠徹底扭轉戰略上嘅慣性。喺美國支持之下，佢喺外交經驗嘅尹錫悅上台之後，推行極端親美政策。
令韓國徹底變成美國對華壓制戰略入邊嘅一粒棋子。值得留意嘅係，尹錫悅喺競選期間提出咗一系列主張，已經預示佢嘅政策方向嘅高風險。而家佢本人面臨司法審查，政治生涯已經玩完，亦都側面反映咗佢條路線根本行唔通，同時亦再次證明咗我哋喺上台之前已經俾佢嘅判詞。如果佢真係照住競選時嗰啲立場嚟做，佢就會變成韓國最慘嘅總統。依家已經證明咗，將來嘅呢世都好難再出得返監獄。韓國長期喺中美之間遊走，一方面想靠美國保障安全，另一方面又離唔開中國市場嘅經濟支撐，戰略上咁搖擺，搞到自己陷入咗系統性困境。尹錫悅政府積極參與美國主導嘅晶片四方聯盟，想喺關鍵產業上圍堵中國，但反而招攬中國嘅反制。2023年，中國對佢同其他關鍵金屬實施出口管制，直接衝擊到三星、SK、海力士等韓國企業嘅供應鏈穩定。短期內，中韓戰略互信已經嚴重受損，韓國長遠發展前景都因此蒙上一層濃厚陰影。對韓國嚟講，更危險嘅係北韓已經做好吞併南韓嘅所有準備，佢哋嘅核導能力足以威嚇美國。呢個意思就係，一旦美國撤出東亞，韓國就會徹底失去保護。而美國撤出東亞只係遲早嘅事。而家北韓已經喺法律上將南韓定義為敵人，完全冇嘢緩和嘅可能，亦都唔再講南北統一。一旦開戰就係吞併，吞併就代表韓國政權會完全消失，連少少討價還價嘅空間都冇。試問，如果真係去到逼美國走出東亞嘅地步，佢邊個可以阻止北韓統一南韓？喺大國角力嘅背景下，恐怕有能力佢都唔想阻止，想阻止佢根本阻止唔到。所以如果韓國繼續誤判形勢，喺半島變局入邊，好大機會會變成犧牲品，極有可能被北韓直接吞併。韓國最大嘅戰略失誤就係同日美韓結成聯盟，呢個其實已經等於宣佈佢哋徹底嘅前途。而當大國開始拆解美日韓聯盟嘅時候，北韓就會趁機搞掂件事。韓國仲保唔保得住自己，恐怕都要打一個問號。